奇妙的爱深深吸引我，完全接纳，紧紧拥抱我。我曾失丧，如今被寻回。你改变了一切，我献上感谢。在你眼中洋溢对我的爱，何等喜悦我！在你眼中我是全然美丽，尊贵无瑕疵。在你眼中充满生命的光，我不再迷惘。你牵引我的手，恩典永留。奇妙的爱深深吸引我，完全接纳，紧紧拥抱我。我曾失丧，如今被寻回。你改变了一切，我献上感谢。在你眼中洋溢对我的爱，何等喜悦我！在你眼中我是全然美丽，尊贵无瑕疵。在你眼中充满生命的光，我不再迷惘。你牵引我的手，恩典永留。在你眼中洋溢对我的爱，何等喜悦我！在你眼中我是全然美丽，尊贵无瑕疵。在你眼中充满生命的光，我不再迷惘。你牵引我的手，恩典永留。吸引我，吸引我，吸引弟兄姊妹早晨，讓我哋喺清晨一齊敬拜我哋嘅主。天父，我哋多謝你，因為你係守約施慈愛嘅神，讓我哋一生跟隨你，永不後退。奉耶穌名祈禱，阿門。耶利米書25章，約西亞的兒子猶大王約雅敬第4年，就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華論猶大眾百姓的話臨到耶利米。耶利米先知就將這些話對猶大眾百姓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說：從亞門的兒子猶大王約西亞13年直到今日，在這23年中，常有耶和華的話臨到我，我也一再對你們傳講，只是你們不聽從。
耶和華也曾一再差遣他的僕人眾先知到你們這裏來，只是你們不聽從，也不側耳而聽，說：你們各人當回轉，離開惡道和惡行，就可居住耶和華從古時所賜給你們和你們祖先之地，直到永遠。不可隨從別神，侍奉敬拜他們，以你們手所做的惹我發怒，這樣我就不會降災禍給你們。然而你們不聽從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發怒，害了自己，這是耶和華說的。所以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因為你們不聽我的話，看哪，我必召北方的眾族和我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前來攻擊這地和這地的居民，並四圍所有的國民。我要將他們進行滅絕，以致他們令人驚駭、嗤笑，並且永久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又要止息他們歡喜和快樂的聲音，新郎和新娘的聲音，推磨的聲音和燈的亮光。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駭。這些國家要服侍巴比倫王70年。70年滿以後，我必懲罰巴比倫王和那國，並迦勒底人之地，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說的話，就是所有記在這書上耶利米向這些國家說的預言，都臨到那地，因為必有許多國家和大君王使迦勒底人作奴僕。我也必照他們的行為，按他們手所做的報應他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我如此說：你從我手中拿這杯憤怒的酒，給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國的百姓喝，他們喝了就要東倒西歪，並要發狂，因我使刀劍臨到他們中間。我就從耶和華的手中拿了這杯，給耶和華所差遣我去的各國的百姓喝，其中有耶路撒冷和猶大的城鎮，並耶路撒冷的君王與領袖。因此這城鎮荒涼，令人驚駭、嗤笑、詛咒，正如今日一樣。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僕、官長，以及他的眾百姓，並混居的國族和烏斯地的諸王，與非利士人之地的諸王，包括亞實基倫、迦薩、以革倫，以及亞實突剩下的人，還有以東、摩押、亞捫人、推羅的諸王、西頓的諸王，海的那邊沿海地區的諸王，底但、提馬、布斯和所有替賓法的人，阿拉伯的諸王，住曠野混居各族的諸王，心利的諸王，以蘭的諸王，馬代的諸王，北方遠近的諸王，以及天下地面上的萬國，也一個一個都喝了。以後示沙克王也要喝。你要對他們說：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你們要喝，且要喝醉，要嘔吐，且要跌倒，不再起來，都因我使刀劍臨到你們中間。他們若不肯從你手中拿下這杯來喝，你就要對他們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一定要喝。看哪，我既從那稱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災禍，你們能免去懲罰嗎？你們必不能免，因為我要命刀劍臨到地上所有的居民。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所以你要向他們預言這一切的話，對他們說：耶和華從高天吼叫，從聖所發出聲音，向自己的羊群大聲吼叫。他要向地上所有的居民吶喊，像踩葡萄的人一樣。必有響聲達到地極，因為耶和華與列國爭辯，凡有血肉之軀的，他必審問；至於惡人，他必交給刀劍。這是耶和華說的。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必有災禍發出，從這國到那國，並有大暴風從地極颳起。到那日，從這地邊到那地到地那邊，都有耶和華所殺戮的人，必無人哀哭，不得收殮，不得埋葬，必在地面上成為糞土。牧人啊，你們當哀號呼喊；羊群的領導者啊，你們要在灰中翻滾。因為你們被宰殺、被分散的日子已經來到，你們要仆倒，
像珍貴的器皿打碎一樣。牧人無路可逃，羊群的領導者也無法逃脫。聽啊，有牧人呼喊，有羊群領導者哀號的聲音，因為耶和華摧毀他們的草場，因耶和華猛烈的怒氣，平安的羊圈都被肅清。他像獅子離開洞穴，他們的地因兇猛的怒氣和他強烈的怒氣都變為荒涼。耶利米書26章。約西亞的兒子猶大王約雅敬登基時，有這話從耶和華臨到耶利米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要站在耶和華殿的院內，對猶大所有城鎮的人，就是到耶和華的殿來禮拜的，傳講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話，一字也不可刪減。或者他們肯聽從，各人回轉離開惡道，我就改變心意，不將我因他們所行的惡，想要施行的災禍降與他們。你要對他們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若不聽從我，不遵行在你們面前所設立的律法，不聽從我一再差遣我僕人眾先知到你們那裏去所說的話，你們果然沒有聽從，我就必使這殿如示羅，使這城成為地上萬國所詛咒的。耶利米在耶和華殿中所說的這些話，祭司、先知與眾百姓都聽見了。耶利米說完了耶和華吩咐他對眾百姓說的一切話，祭司、先知與眾百姓都來抓住他，說：你該死！你為何假借耶和華的名預言，說這殿必如示羅，這城必荒廢無人居住呢？於是眾百姓都聚集在耶和華的殿中，圍住耶利米。猶大的官長們聽見這些事，就從王宮上到耶和華的殿，坐在耶和華殿新門的入口。祭司、先知對官長和眾百姓說：這人該死，因為他說預言攻擊這城，正如你們親耳聽見的。耶利米就對官長和眾百姓說：耶和華差遣我預言攻擊這殿和這城，傳講你們所聽見的這一切話。現在要改正你們的所作所為，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話，他就必改變心意，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你們。至於我，看啊，我在你們手中，你們眼裏看什麼是好的，是正確的，就那樣待我吧。但你們要確實知道，你們若把我處死，就使流無辜人血的罪歸給你們和這城，以及城裏的居民了。因為耶和華確實差遣我到你們這裏來，將這一切話傳到你們耳中。官長和眾百姓對祭司和先知說：這人是不該死的，因為他奉耶和華我們神的名向我們說話。國中的長老就有幾個人起來，對聚集的眾百姓說：當猶大王希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彌迦對猶大眾百姓預言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錫安要被耕種像一塊田地，耶路撒冷要變為廢墟，這殿的山必像叢林的高處。猶大王希西家和猶大人豈是把他處死呢？希西家豈不是敬畏耶和華，懇求耶和華施恩嗎？耶和華就改變心意，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若處死這人，我們就做了大惡，害死自己了。有一個人，就是示瑪雅的兒子基列耶南人烏利亞，也奉耶和華的名說預言。他說預言攻擊這城和這地，和耶利米所說的完全一樣。約雅敬王和他所有的勇士官長聽見了烏利亞的話，王想要把他處死。烏利亞聽見就懼怕，逃往埃及去了。約雅敬王差亞甲波的兒子以利拿單帶領幾個人前往埃及，他們將烏利亞從埃及帶出來，解送到約雅敬王那裏。王用刀殺了他，把他的屍首拋在平民的墳地中。然而沙番的兒子亞希金保護耶利米，不將他交在百姓手中，以免他們把他處死。耶利米書27章。約西亞的兒子猶大王約雅敬登基時，有這話從耶和華臨到耶利米說：耶和華對我如此說，你要為自己做皮帶和木軛，
套在你的頸項上，然後託那些來到耶路撒冷、到猶大王西底家那裏的使節，把皮帶和木軛送到以東王、摩押王、亞捫王、推羅王、西頓王那裏，且囑咐他們轉達他們的主人。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你們要對你們的主人這樣說：我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給誰合適，就把地給誰。現在我將全地都交在我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也把野地的走獸給他使用。列國都要服侍他和他的子孫，直到他本國遭報的日期來到。那時，許多國家和大君王要使他作奴隸。無論哪一邦哪一國不肯服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不把頸項放在他的軛下，我必用刀劍、饑荒、瘟疫懲罰那邦，直到我藉巴比倫王的手毀滅他們。這是耶和華說的。至於你們，不可聽從你們的先知和占卜的、造夢的、觀星象的，以及行邪術的。他們對你們說：你們必不致服侍巴比倫王。他們向你們傳的是假預言，要叫你們遠離本地，以致我將你們趕出去，使你們滅亡。但那一邦肯把頸項放在巴比倫王的軛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在那裏耕種居住。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就照這一切話對猶大王西底家說：你們要把頸項放在巴比倫王的軛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就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何必因刀劍、饑荒、瘟疫而死亡，像耶和華所論不肯服侍巴比倫王的國家呢？不可聽那些先知對你們所說的話，他們說你們必不致服侍巴比倫王，其實他們向你們傳的是假預言。耶和華說：我並未差遣他們，他們卻託我的名傳假預言，使我將你們和向你們說預言的那些先知趕出去，一同滅亡。我又對祭司和這眾百姓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可聽那先知對你們所說的預言。他們說：看啊，耶和華殿中的器皿快要從巴比倫帶回來。其實他們向你們傳的是假預言，不可聽從他們，只管服侍巴比倫王，就得存活。何必使這城變為廢墟呢？他們若真是先知，有耶和華的話臨到他們，讓他們祈求萬軍之耶和華，使耶和華殿中和猶大王宮內，並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致被帶到巴比倫去。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論柱子、銅海、盤座，並留在這城裏剩下的器皿，就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擄掠約雅敬的兒子猶大王耶哥尼亞，並猶大耶路撒冷所有貴族時，沒有從耶路撒冷掠去巴比倫的器皿。論到那在耶和華殿中和猶大王宮內，並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他們必被帶到巴比倫，存放在那裏，直到我眷顧以色列人，將這些器皿帶回歸還此地的日子。這是耶和華說的。呢度記載緊神去使用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成為神嘅僕人，要嚟到懲罰同埋教導以色列人被擄，但係70年後就要歸回，亦都係按照上帝嘅應許。聖經記載話70年滿了以後，我必懲罰巴比倫王和那國，並迦勒底人之地，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說的話，就是所有記在這書上耶利米向這些國家說的預言，都臨到這地。所以神係全地嘅主，佢使用巴比倫王成為佢嘅教導嘅工具，佢亦都使波斯王古列亦都成為佢被擄歸回嗰個嘅王。所以我哋又知道神嘅應許一啲都唔會落空，我哋喺神裏邊就可以有十分嘅安全平安。你是我的
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你是我的平安，路途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耶和华为你是神，洪水泛滥时你是神，作者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你是我的平安，路途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啟示錄第2章，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拿着7顆星，在7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這樣說：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惡人。你也曾察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你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而不困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拋棄了。所以你要回想你是從哪裏墜落的，並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裏去，把你的燈台從原處挪去。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派的行為，這種行為也是我所恨惡的。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你要寫信給士每拿教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了的這樣說：我知道你的患難和貧窮，其實你卻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的所說毀謗的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而是撒但會堂的人。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哪，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使你們受考驗。你們要遭受苦難10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要寫信給別迦摩教會的使者說：那有2刃利劍的這樣說：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在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在你那裏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這巴蘭曾教唆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使他們吃祭過偶像之物，並且犯淫亂。同樣，你那裏也有人服從了尼哥拉派的教訓。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很快就到你們那裏來，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着新的名字，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認識。你要寫信給推亞推拉教會的使者說：神的兒子，那位眼睛如火焰，雙腳像發光、像發亮的銅的這樣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
耶洗別教唆我的僕人，引誘他們犯淫亂，吃祭過偶像之物。我曾給他悔改的機會，他卻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吧，我要使他病倒在床上。那些與他犯奸淫的人，若不悔改他們的行為，我也要使他們同受大患難。我又要殺死他的兒女。眾教會就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我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各人。至於你們其餘的推雅推拉人，就是一切不隨從這教訓，不明白他們所謂撒但深奧之理的人，我告訴你們，我不會再把別的擔子放在你們身上。你們只要持守那已經有的，直到我來。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要賜給他權柄制服列國。他必用鐵杖管轄他們，如同打碎陶器，像我也從我父領受了權柄一樣。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眾教會中；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教導我哋喺七教會中，其實我哋就會睇到神喺末後裏邊，教會亦都會受苦，但係神聖經特別提，就我哋唔需要害怕。聖經記載話，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啊，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使你們受考驗，你們要遭受苦難10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那生命，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喺末後日子，我哋話佢會受着迫害、逼迫，但係呢嘅逼迫係呢試煉係有期限嘅。讓我哋都能夠彼此激勵、勉勵我哋嘅信心，勉勵行善，讓我哋得到神係我哋真正嘅平安，喺患難之中得到真正嘅平靜。路途中的平安，風雨中的寧靜，忙碌中的安息，你是我的平安。路途中的平安，風雨中的寧靜，忙碌中的安息。耶和華為你是神，洪水泛濫。詩篇第5篇，大衛的詩。耶和華，求你側耳聽我的言語，顧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留心聽我呼求的聲音，因為我向你祈禱。耶和華，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要向你陳明我的心意，並要警醒，因為你不是喜愛邪惡的神，惡人不能與你同住，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惡的都是你所恨惡的。說謊言的你必滅絕，好流人血玩弄詭詐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至於我必憑你豐盛的慈愛進入你的居所，我要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聖殿下拜。耶和華，求你因我仇敵的緣故，憑你的公義引領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為他們口中沒有誠實，心裏充滿邪惡，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他們用舌頭諂媚人。神啊，求你定他們的罪，願他們因自己的計謀跌倒。求你因他們的過犯眾多趕逐他們，因為他們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願他們喜樂，時常歡呼，因為你庇護他們。又願那愛你名的人都靠你歡欣。耶和華，因為你必賜福給義人，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維護他。天父，我哋多謝你，因為你就係嗰位
守約施慈愛嘅主，喺患難裏邊成為我哋隨時嘅幫助。願主成為我哋嘅神，我哋等候你再來。奉耶穌基督名祈禱，阿門。